你也赶快吃吧。好吃吗？好吃，有好高嘅，有味。真是太有趣了，默契培养起来。好像把那个泡泡戳破，等了快1小时哎。是的，可以。好久。对，哎对，它转回去了。你转一点点就好了，这样太多对。掉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小朋友们会受伤。学谁讲话？加油！最后一口了。历史上终点，一直吃完牛排啊！好，来两个比战一下。好。加油，主人！加你确定你晚上还吃得下阿 Q 桶面吗？现在我们的月亮小碗。所以你还吃得下？加油，主任！加油，主任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，主任！加油，主任！加油，主任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，主任！加油，主任！加油，主任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主任！加油，主任！加油，主任！你看有块小蛋糕。是啊。看那个小蛋糕。哎，老师，你还有小蛋糕哦。那是杰飞的。没有，那不是我的，那比较像你的。我没有要吃。哎，杰飞要帮我吃，好开心。不。好狗走连张油一样。老师拍照，你爸爸说你可以多跑。我讲啊，我讲啊，合法好好。然后呢？方形成奥运的，白手不能。